曉以大愛，君心同行，係我今年作為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嘅使命。講起同行，唔經唔覺我同博愛已經一齊同行咗15年啦。諗翻起過去嘅每一年，同各位善長、持份者同服務使用者一齊走過嘅每一段路，依然歷歷在目。有健康嘅身體，先可以繼續同行。醫療服務方面，我哋喺元朗新開設咗牙科診所，守護市民嘅笑容。博愛中醫品牌深受市民嘅愛戴，由中醫教研中心到社區診所，再到遊走全港嘅醫療車，博愛都關顧到。我哋更有第一部嘅電動中醫同牙科外展車。2025年更組織咗中醫訪京團，體驗到國內中醫藥嘅迅速發展。同行路上打造咗溫暖嘅生活空間，聯繫社區係我哋嘅目標。我好榮幸咁見證咗博愛第一個社區客廳深水埗東社區客廳正式啟用，幫助咗劏房戶改善生活質素，提供延伸嘅生活空間。今年博愛成功獲批咗港島首個簡約公屋柴灣常安街同啟德世運道第2期簡約公屋項目，希望建立微型博愛，共融社區。博愛昇平村企惠賢雅集長者中心嘅啟用，仲有博愛江夏圍村千人盆菜宴，每個片段都令我深刻明白到家嘅意義係人同人之間嘅守望。記得我上任嘅第一站，走訪咗博愛院舍，聆聽咗長者嘅故事。博愛更將關懷老友記嘅精神延伸到國內，我哋成功推動咗首個位於東莞市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將安老服務延伸至大灣區。更令我振奮嘅係，見證咗全港最大嘅安老院舍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項目順利嘅平頂，又同香港應科院簽署咗合作嘅備忘錄，攜手研發安老科技，打造智慧院舍。要令博愛精神走進人心，我哋從未止步，好似1年1度嘅博愛慈善跑、博愛單車百萬行、博愛歡樂全萬家、全港賣旗日、博愛月、全港嘅籌款活動，將愛心散播到香港每個角落。當然有賴各位香港市民同博愛同行，我哋先至可以成事。要令博愛慈善事業走得更遠，就需要同行嘅夥伴，拜訪政府部門同埋友好團體，等佢哋了解博愛嘅慈善工作。而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我帶領博愛大家庭拍短片、走街站、派宣傳單張，積極呼籲市民投票。同行路上難免會遇上逆境，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牽動咗全香港人嘅心。事發當晚，我同董事局成員趕到咗大埔了解災情，並即時設立咗專項緊急援助金，動員社工同醫療團隊為災民提供支援，積極為居民籌募善款同埋生活嘅物資。我深信喺最艱難嘅時刻，每一份嘅陪伴，每一個嘅行動都係照亮前路嘅微光。旅程最美麗嘅風景，永遠係大家一齊同行。能夠擔任易志聯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係我一個非常難忘嘅經歷。我衷心感謝過去1年陪伴我嘅好朋友、好夥伴，正正係呢一份同行嘅力量，令博愛精神薪火相傳，永不熄滅。承蒙各位嘅支持，令我喺任期內同博愛同香港人並肩同行。未來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博愛醫院，守護博施濟眾、慈善仁愛嘅精神，令博愛每一份慈善工作繼續發光發亮。多謝。